我有感觉到秋米伊想要行啊秋玉啦。秋米，这秋米哦，真甲会性文化，可能是因为安尼哦，伊想真爸爸，想要甲秋玉赶走啊。唉，应该是袂咧。这秋米伊的个性吼，虽然讲较欣赏荣华富贵啦，但是嘛无可能讲会歹甲去要害秋玉啊。俊杰，其实我离开进前，我就有发现秋米在改变，所以俊杰，我是在烦恼秋玉伊有危险。秋玉有危险？什么代志哦？这几天有一个叫阿勇的，伊看规道庭，伊讲伊是海国的骹手人。哈？海国？伊有讲，遐工厂，遐工厂的人会特别照顾秋玉，所以我才就烦恼。你会会时间到啊？俊杰，你明代替我去告秋玉，麻烦办好。秋玉，你哪会倒来？你是验会员，敢无人甲你讲无需要安尼验？是谁叫你安尼做的？唔是咧验货啦，秋玉讲哦，这批货商标打唔对去啊，我即马就伫一箱一箱的改啊。那你嘛无需要你一个人做啊？规工场有遮尔侪人，大家做伙做，毋是比较较紧？还阁有遮尔侪代志，什么时阵才做会完啊？我来甲恁秋妞讲。哎，文华，你唔通去啊？你听我讲完嘛。即马生产线拄仔咧赶货，大家拢咧无闲，我是新来的啊，啥物拢有吧？做这种改标签的代志哦，拄好。什么拄好，大个搬，大个改，浪费时间个体力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去甲恁秋妞讲，你无需要做这种代志，哈。文华，我拜托你莫去啦，我就甲你讲过，我无想要有任何特殊的待遇。你若即马去找厂长，人一定会讲哦，我无法度食苦，才会帮你这个救兵来。那安尼以后，我是要哪伫遮住落去？不一定哦，我已经特别做完啊。你就莫去找厂长好无？秋玉，你哦，好啊。你即马咧做啥？啊，你搬我来改啊，安尼毋才较紧啊。袂用之啦，若是互人看到讲公司的副总咧甲我斗做工课，传出去唔好啦。这有啥物唔好啊？哎，到时这份若无材料出去，公司是会了钱的。即马欠骹手，我看到啊，就应该斗3工啊。来，小米，小等菜若拣好吼，你到边仔看就好，我来煮。无小等来煮，我规身躯全油烟。袂要紧啊，我本来就真爱煮食。较早我甲阮这个大做伙，拢是我咧煮的，我毋惊油烟啊。我是咧想，文华伊公司代志足无用的，我停也无伫的。阿姨你认真小无？若是我有会晓煮食，我定个订过来煮互阿姨食，替因诱效哩。小米，你是真乖巧呢。将来阮文华若会当娶到你，我就足欢喜啊。我感觉甲阿姨足投缘的。若是阿姨阮准我甲你当做家己妈妈共款，我就真欢喜啊。也若我甲文华的代志，我文华是安怎？我感觉文华最近敢若一直咧闪瞟我，像拄则我本来是要找伊做去食饭的，结果伊煞讲伊要去找阮姐姐。感情的代志，我看着随缘啊。这个文华实在真唔听话啦，又搁找秋玉。等下来做啥？你敢有想讲要哪甲说到啥？我哪做讲你遮尔好心呢？原来你嘛是有气度的哦。哎，好心票雷金哦，我只是问讲你要哪甲说到啥？你想倒去啊？啊无你讲，你希望我安怎甲你说多啥？巴肚枵啊！你请我食饭。这无问题啊，你想要？你若毋过我爱先讲哦，你若是想要吃鱼翅哦，迄我是无法度啊。若是想要吃好料的哦，你得爱等我领着头一个月的薪水，我才好啊请你。牛肉面，
肉面。附近有一间牛肉面，牛肉新鲜，面 Q 汤头好赞，等一下带你去食。咁才是真尔好食。莫阁问啊，等一下真就对啊。新副总，新副总，安那？确定？他恁就开来回来啊，讲有急事的代志，请你跟因联络。好，我知影。妈，你有代志找我？是啊，文华，啊你若无伫公司，走去下工厂创啥啦？哦，最近公司24小时咧赶工，我是过来看卖生产线的状况。妈，你找我啥物代志？我都吼，唔知安那，感觉今仔人足无爽快啦。心肝头安尼窒窒，开工要喘袂出来呢。我本来是想讲倒一个会好，哪知愈来愈严重。那安尼你才无叫雅婷带你去医生看？雅婷哦，雅婷都唔知走去倒，我甲口鼻科拢无甲我回呢。文华，你紧转来啦！文华，我咧讲你有听到无？紧转来哦，吼，就安尼。阿唔知有啥物代志？伊讲伊人无爽快，而且佫轻看实在，叫我带紧转去。哪样你紧转去啊？那安尼，我的牛肉面咧。今日食无成，咱会当连日才阁药啊。阿唔人无爽快，你应该紧转去，带去看医生。老大人身体健康上重要啊。好啊，那日我连工才来看你。文华，妈，你有较好无？气色看佫袂歹嘛，今摆我开车送你去医生看。文华，你转来啊？来食饭啦！人手臂会补倒来安尼，讲叫我吼教伊煮菜。这啦，这个吼拢是手臂煮的，伊讲煮你爱食的菜。你若看手臂可能是手不当三宝，我真够煮菜呢，比妈妈少年时阵较厉害哦。阿姨，你莫甲我学落啦。来，咱先食，要若无菜，你无好食。来。文华，咱就共人坐遐啦。人手臂下晡就来，母龟下晡，你无共食，会切着人意思呢。好，紧食。恁等老食，我忝。文华，文华，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愈来愈唔习惯啦，拢是怪我吼，自细个先歹去啦。手臂，歹势呢？不要紧啦，文华伊可能哦是听到你身体无爽快，赶要转来，一时情绪调整袂过来，才会安尼。互伊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手臂，你是真捌代志呢。确定？什么代志？问我起来。哦。嘿，那是什么物件？拍开看就知影啦。哦。创啥？这我千辛万苦找来呢。你若拍到人哦，你就知死。是嘞啦，厂长，试无当，我就惊的。惊才好。这试毛人哦，人看到拢会惊。啊，这若加过人成功，伊会情情红红上到要死。嘿，退啦！我跟你讲，甲这试毛人哦，摕去树叶的面床顶，我要叫规个人吼，上到要死。厂长，安尼做敢好？敢唔好？树叶是董事长的客查某囝呢，若互伊翻身，搁倒转去董事长的身躯边，安尼阮……咱袂晓想办法，买互翻身着。哦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当牛的含功夫种的意思。紧的
啦，我是要放地啊。不要轻太紧啦，轻太紧啦。就不要等啦。你手脚吼，实在有够老的啦，无怪吼，手肘定定对咱面头前学落去。对咩？小妈，你等来啊！才拄啊，阮大拄讲着你尔，讲吼你真正足骨力的啊，足拍拼。好佳早哦，有你来，阮就工程斗3工，啊若无吼，迄手掌哦上脑筋哦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工课啦。笑啦哈，你看，那迄当厝长的查某囝吼，就是无共款啦。你肯食苦吼，人都谦虚哦。对咩？小姐啊，你无闲甲等我吼，已经要食饭啦。啊，我包一个便当要互你，趁小紧食啦哈。唔免啦，我就忝咧，我想要先配一下。哦，你哦，紧来去洗身躯啦，你先去洗啦。啊，好，对哦，哎呦，够忝的啦，规空啊你无用吼，我先来洗身躯啊吼。秋雅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。秋雅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敢有压伫我的身躯啊？敢有？真是有压伫我的身躯啊？哎呦，啊你别讲你，那我要气毛汤啊！哎呦，我就惊啦，紧点啦，你紧家抓着啦，莫让走去我面床顶去。好啊，好啊。落地涂骹啊！我要洗身躯，我看规身躯足痒的。对啊，你遐敢有迄个放糖加药啊？我想要抹一下。我哪有啦？啊，无你先去洗身躯啦，我等下吼再来旁边门口买啊。麻烦你啊，多谢。阿秋，你洗好啊未？阿秋。我好气，我糖加着啦，搞到规身躯足痒的，我想要洗一下身躯。阿秋，搁伫内底？你甲啉啦，我想阿秋啉袂出来啊。啊对啊，啊你哪会叫气毛糖加着啦？我嘛唔知伊吃毛糖，安怎倒入我面皮内底，搞到规身躯足痒的。哈，气毛糖转去面皮内底哦。你奇怪，我来着工厂遐尼啊久，我拢冇拄着，安怎一个拄着啦？这小啉嘛者，我来帮你吹吼。多谢啦。哎呦，大家拢是同事，免讲多谢，以后我再讲多谢哦。来，我来。阿秋啊，你是洗好未啦？是臭鱼人嘞！既然你有听到，你有讲出来，啊若无哦，我来互你好看。我这无咧紧走。三温暖来啊！再来去，你给我啉水。秋哥，秋哥，无看，
是安怎？无代志啦。也搁讲无代志。头拄啊，你点解连徛都徛袂知啊？你是检会员，哪拢叫你做这种粗重的工课咧？规定拢是学习，无啥物分别啦。搁再讲，营养愈较济，基础就较稳，安尼毋是介好？秋哥，你的心肝就是真好，食苦食亏拢袂怨叹。好啊，我即摆来啊，你去好不？我来做。袂用急啦，迄人会看到啦。你手哪呢？我咧困的时阵，互气毛糖热着，就变安尼啊。敢有去医务室看卖？迄个时阵，医务室的人拢已经下班啦。你毋着规暝拢一晚困袂去？这张庆祥到底是咧创啥？哎，文华，唔通怪厂长啦，伊是公事公办。伊公事公办，我嘛公事公办。嘿，江副总啊，你放心啦，你甲我交代代志吼，我一定甲你办甲好势好势。嘿，是，好。对啊。江副总啊，你也突然间来？你免问我是安怎突然间来，假使若无即摆突然间来检查，我也毋知你这个厂长做甲遮尔好。你讲啥？我唔知啊。我问你，员工的宿舍是安怎会起毛糖？哦，迄可能是咱工厂哦含宿舍可能较旧啊啦，啊边仔佫拢树啊啦、草啊啦，难免有虫啊对吧？哦，那你讲，你已经知影讲员工的宿舍有可能有起毛糖？不，我是药的啦。是药的？那你真无预防？敢讲你也袂出来？这起毛糖有可能走去员工的宿舍，影响到员工困眠的品质，进一步影响到工作的品质，甚至影响到工厂的生产线。走入去下来，全日送去客户遐去用退货是无？是。我问你，你的职务是厂长，是管理规个工厂的运作。假使我若派你去生产线去做鞋啊，你认为讲有适合？这哪会用伊啦？这工厂哦，有个人的责任，啊有个人的职责，我能去做迄。那呢？你请派一个验货员去打标签。既然会有出问题，是安怎无处罚的动作？是安怎无找临时工去做这工课？是何一个验货员去做这个粗重的工课？而且伊是一个查某囡仔。你这个厂长是安怎做的？我看你应该换一个职务做看卖。我真正唔是故意，我唔是故意安尼做的啦。搁再讲，伊是党的千金呢，我一个小小的厂长，我哪会敢啦？你唔敢，唔敢搁做？我真正不得已。什么不得已啊？我讲的是真正的啦，是江副总叫我做的。江副总，我看你面酒遐尔歹看，安怎样？江副总，我只是要请教你，手玉，伊是倒位做唔对，或者是讲，伊倒位得失你，你就要叫下工厂的张厂长安尼对待伊。原来是为着手玉的代志啊！你敢无听人讲过，合理的叫训练，啊若无合理的叫磨练。你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哪会去用爱情拖啊戆戆死？啊？你敢知影董事长想要调手玉去遐工厂？毋是干那因为要处罚伊伫土地开发案的错误甲失败，更加是为着要磨练伊。手玉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，但是伤过武断去啊！若是不甲磨练，以后不但袂成就。连都会去害到伊家己，甚至会害到公司。恁一定会安尼安排，是用尽心机的。啊，我会互张厂长安尼做，嘛有我的苦心啊。真好的你磨练，叫伊去磨练，我无话讲。也不过，敢有必要咧训练伊？恐惊还未训练出来，伊就已经破病啊！你入要规半步，就是惊伊忝啊破病，你唔甘啊？但是我必须为着公司的将来，董事长的命令，更加磨练。好，
我问你，调秋哥去做验会员，好歹伊会学着检验的啊，互伊困袂好，伊会学着啥物？互伊去搬箱仔打标签，伊阁会当学着啥物啊？敢讲大伊去替去互打标签搬箱仔是无？我要安怎做？安怎训练伊？这是我的代志。我无需要向你解说，嘛无需要向你交代。你无需要向我交代，我敢若想要听看卖，你不要来向董事长交代，行？我做别项代志，拢对得起我的职业良心。我无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对得起良心，那呢你惊啥物啊？惊，互董事长知讲你是安怎无练手脚的。别激我，无效啦。歹势，我有真重要代志要办。你今仔日无互我一个合理的交代，我是袂走的。我讲过啊，我无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是你是毋是无法度互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？恁两个副总是安怎？我一出电梯就听到恁两个嬉戏叫，想啥物体统啊？董事长，歹势，我咪跳到要安尼大声，迄是文华。文华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一定，江副总故意叫下仔工厂的张厂长去创治手脚，互伊搬重的物件去打标签，甚至拢无用手脚困。董事长，你嘛知影？人若无食苦，哪有法度变做真上人？我会利用粗糖的工课来磨练手脚，是要知影，一枝草一点露，万项代志拢爱照起工。江副总，文华，敢讲遐个工课，别人我都做，手脚就我当操心。我只是感觉，手脚调去做验会员实在伤委屈啦。文华，我就是惊手脚有甲你同款的想法，我毋则拜托江副总的，找伊机会，甲手脚磨练一下，互伊加食点仔苦，看哪有较快乐。奇怪，但比川仔安尼讲，就接落予你，我都会较谨慎的。安那，文华，你有啥物不安，直接讲出来。我无啥物不满，谁叫迄个开发案，互手脚，害董事长了钱，而且佫损害公司的名声。伊只好乖乖接受你的磨练，抑佫训练。我代替多谢你。董事长，是的，但我对手脚方式，煞文化误会你啊。你要误会，做伊去误会啦。时间会当证明一切。是讲手脚，但我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大就厂长用特别的方法来磨练手脚，也真歹势。警察，你无毋对。免歹势，我颠倒爱感谢你，这么用心来栽培手脚。警察，以后手脚代志，来麻烦你啊。我会尽力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。若是着手脚对明辉这么绝情，我着规百火。啊，不过明辉这个有情有义的人，
叫我一定来看秋玉，无来伊叫我歹交代。你好，我要找林秋玉。秋玉，秋玉，秋玉，秋玉。 秋玉谁啊？秋玉，你伤过疲劳，搁无体力，我想加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多谢你哦。可怜啦，迄变成咱黄皮皮啊！哎呀，这是爱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秋玉的同事啦，我叫丽卿。你是秋玉朋友哦？对啦，我叫俊啊啦。多谢你照顾秋玉啊。无啦，大家是同事，互相应该啦。既然你是秋玉朋友哦，我爱老实甲你讲，其实秋玉哦，伫遮过了无好呢。伊拄仔来遮的时阵，定拢叫大家欺负啊。真是的啊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迄是安怎？迄电视还佫有一寡同事，定定咧找伊麻烦呢。就亲像你拄仔看，迄遐尔啊侪货哦，拢是秋玉一个人咧做的啦。而且哦，阮厂长哦，佫规定大家袂用家己斗相共呢。遐个货拢伊一个人咧做，嘛小拜托一下。若遐个货吼，我大锅变查某人咧做，咧做我皮皮臭的啦。何况是查某囡仔尔。就是讲，佫有啦，我遐佫有一寡同事，定定咧为难伊啊。莫怪明辉的烦恼，才是这么一人咧甲照顾，其中一种原因呢。我听讲，你甲伊丈为着树的代志闹甲无爽快，敢讲你唔惊伊就对你印象变歹，影响你后摆伫公司的发展？敢会，都承担爱的后果。不管这个效果是我尔歹，拢都要承担。我已经决定啊，为着我上喜爱的人，我会袂后悔付出一切。我一直聊真讲，你是一个保守、搁传统的查甫人，想袂到你会为着爱情这么大胆，啥物拢唔管。找到最爱的人是非常难的。我提醒你，假使你若介意免费，就绝对要勇敢向前。一定袂当放弃啊！哦，你讲的我甲明辉是毋是为着你想要甲秋玉做伙？嗯。过来！看好清楚哦，我敢是迄种人。我甲你讲，明辉是好查甫人，假使伊若真正是咧介意你，伊就会好好保护你，好好爱你。都亲像伊对树哥安尼，你若得到幸福，我唔才会放心啊，知无？我就知你是真心为我设想，我有你这么好的哥哥。知就好啦。那咱即摆去找明辉，就叫我家己幸福啊！拜拜。开车细滴哦。阿婷啊，你来看明辉哦？是啊，足够无快，你最近刚好。然后若搁咧喘气，身体健康哦，已经足福气啊啦。对啦，前几工啊，我有来去看树叶啊。树伫下工球，敢唔习惯？这是你路明辉物件。对。我哪有知？我放你车顶啊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好。恁一个明天拿出来，互我改成功的好无？你先讲。好啊。顶下来画面，到即马已经当足久啊吼。会受明辉对唔对？我就知。明辉啊，俊杰。嘿。喂，明辉，
足久无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体早就侪只。拜托，我先甲俊杰讲好无？哦，俊杰，林辉讲，我先甲你讲。好，来，接你讲。俊杰，我叫你看秋瑶，你敢有去？伊即摆人安怎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是有还是无啦？我有去看伊啦，但是情形无介好啦。你谁哪会安尼讲的？是毋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就去工厂看伊吼。树叶可能是做工过做了伤忝啦，煞昏去啦。加早吼，伊身躯边有一个叫李庆啊，咧甲照顾。啥？伊昏去？伊即摆人有安怎无？人是无安怎啦，不过吼，迄个李庆有咧甲我讲吼，伊一日去下仔工厂了后呢，厂长甲伊同事吼，拢咧甲欺负啦。你想看觅呢？迄李庆算是外人了，伊就讲出这个话啊，可能敢若你所讲的，有人特别咧甲照顾。真正很少的代志，我要告秋瑶，我要出去告秋瑶。我甲你拜托一下好无？你甲你主管讲，我去看一个病人，你甲伊主管讲一下好无啦？你要出来，干嘛去？我要告秋瑶，干嘛去啊？是上新的计划书。这个土地开发案唔是已经结束啊，而且嘛已经要甲土地分割，就是要卖给其他的公司啊。我若真正安尼做，咱咱公司和我的面子，唔就规个写了了。我进前会提出迄个烂方法，主要就是要帮助你出头天啊。我听无你的意思。这份土地开发案的计划书，你若看完，你就知影。这个土地开发案写得真好呢，竟然甲卖用的起楼我厝的土地变作是中下的大卖场，而且这大卖场内底，食的、穿的、用的、五路，啥物拢有。阁有托婴中心，替人顾囡仔哦。安尼实在是有够赞的，安尼爸爸妈妈就用好心去买物件，会好好去享受啊。哇！还有阁有运动做美容的中心哦。这个开发写的实在是有够周全的。无毋对，这个计划书不但周全，互我进前提出迄个烂的方法，比起来真正是天塌啊地啊！这样以后的计划书，你时阵哪袂提出来？刚讲你是要甲这个计划书，甲这个功劳做互我。跳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。忍受，秋瑶互我赶出去啊！本来我掠准这是对伊的处罚，嘛是一种磨练。等以后有机会，我才甲伊接回来。煞想袂到，原来这嘛是对我的一种处罚甲磨练。即摆伊离开啊，我的生活煞变做失去了光彩。逐工无人陪伴我讲心事，我变甲真空虚。这是我料想袂到的。别川啊，这几天你看起来敢拢无啥欢喜，是毋是你受手了？你一定就疼惜秋瑶，
自从伊走了后，你规个人的气势甲感觉拢无共款啊。爸，啊，小美啊，有啥物代志？这是我拄完成的土地开发案的计划书。这个开发案，莫阁提起啊！爸，我知影迄个开发案，互咱公司损失真严重。啊，毋过咱袂晓咧做认输，也若无以后伫咧商场上是要安怎甲人徛起？这个计划书一定会互咱公司反败为胜的。秋美，恁爸爸甲江副总哦，到即马还阁想袂一个好办法去解决。你一个查某囡仔，无做生意的经验，哪会轻轻彩讲大声话？是毋是讲大声话？等恁看了后再讲嘛。假使恁若反对，我会马上把这个计划书摕转来，而且马上离开公司，离开这个家，永远袂阁转来。秋美啊，哪有遮严重啦？莫讲即款激气话啦。爸，我毋是伫咧讲过气话，我真正是抱着一定要成功的决心来去做的。爸，你看卖嘛。林秋美啊，你着包我款款的哦，准备离开单港。别算，我嘛看卖啊。到这边，你先看着，我甲遮尔认真。金川，你看卖？这计划书上下，这大卖场的想法，比我想要把这土地上交卖的方法，实在是高明太侪太侪。张组长，看你遮尔欢喜，一定是你想出来哦。不是我，是秋美。秋美，江副总，若是有不好的所在，请多多指教。无咯无咯，真好真好。想要到你遮尔少年，啊，生理一点经验都无，竟然有写出遮尔好的计划书，我实在感觉见笑。无啦，是江副总唔甘嫌啊。毋是我挑安尼学落的哦，不过讲真实的，以前手脚得力的时阵，那从来都毋捌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华。因为阮这做伊自细汉就较好强，伊无欢喜有人比伊较高，所以就算讲我有想法，我嘛歹势讲出来，较免互这无欢喜啊。秋美啊，你是真捌代志，也毋过是来委屈你啊。秋美啊，以后你千万都唔通委屈你家己啊！有好的想法，都要紧讲出来，啊若无是公司的一大损失哦。我知，我一定会认真打拼。当处长，我看秋美愈看愈有你少年时阵的作风，我想伊一定是上好的接班人。你要创啥？李连辉，你已经3天无食物件，阮即马准备要执行强制灌食，最后一摆互你机会，你是毋是要家己食物件？干！你臭小子，干嘛鬼啊？李逵，小伟，逵，加油！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兄弟，你是东家啊？我
70万，准备动手术。在外口，我有话跟你讲，我去汇报。反正要动手术，等下甲伊出口摕落。李白，吴华，你看是谁来啊？哥，那天你来来，来看你啊！我头拄拄着邱美，伊甲我讲，伊就对你甲江副总为着邱去冲突的代志要处罚你。你讲啥物？我爸爸已经下命令，讲下仔工程是江副总你管的，以后无代志不准你去工程。是安怎我袂用去？伊是副总，我嘛是副总啊。去看卖就袂用的是无？这是我爸爸规定的，敢我你唔听？我唔知这个命令有啥物意义啊，我袂遵守。哦，既然大家拢无希望你去找秋药，你就莫遐尼固执，而且你若去工程找秋药，你不但违背一定的命令，嘛知影嘛会生气。我不管，邱哥已经破病啊，伊是咱公司的员工，公事上我应该去看伊，私底下伊是我的朋友，我应该去关心吗？我这是破病，那无人甲我讲这件代志，伊有严重无？既然阮爸爸已经下命令，你就莫误解伊，我会去帮侬切切。是啊，哥，秋美拢要去看秋药啊，你有啥物袂放心的？我甲阮这本来就是一早无见面，我拄好要去见伊啊。若真是有代志，到时阵才拍算嘛。你有暂时莫去啊。来啊来来来，跳楼跳楼！你就是张厂长啊？我是厂长张庆祥。哦，迄只港的千金大小姐就无共款呢，这风度甲气质吼，哦，价偌好诶，啊是只红红的，遮尔啊高贵。啊，想到咱工厂迄只鸡吼，吼，气质那靠鸡啊，红红甲土鸡啊，袂比的哦，吼。你，小查某。感谢你好。我最想你的呢，你好无？我真好。真是的啊！啊，不过你的气色看起来无好呢，是不是人无爽快？敢若有较瘦哦。陈经理啊，车坐落来啦，来我办公室，我办公室哦有冷气。这来，咱你直接讲，厂长，麻烦你查咯。
笑啊，听讲伊两个吼是同一个老母带大的呢，啊哪气质甲风度差多？等下你请，请坐。哎，姐，过来陪我倒两坐。我先来倒茶吼。客袂好无？爸最近哦，毋是去拍五路户，就是去找老朋友开讲，日子过了真轻盈啊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啊，毋过自从你走了后，伊就无提起着你啊。我咧想，伊可能是为着顶边的代志，还阁真生气啊。等下你，请坐。多谢。陈经理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啊，你是怪创啊啦，处理啦，这你明你白啦。陈经理，我是秋阳的同事，你敢知影？秋阳一个才受足多扣人呢。袂记啊，别个再讲啊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挂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。